碧云寺啊，关之琳啊，火山碧云寺，你看，碧云啊，大仙寺，你看，缥缈密字旁缥缈，大仙寺，白河大仙寺旧园啊，然后碧云寺是新园，新园园三字旁的园。1701是清朝初年，可能是雍正的地，雍正哦。是不是雍正啊？好像是康熙嘛，因为雍正只有13年呢。雍正好像1723到1735，这样应该是康熙皇帝的1701应该是康熙皇帝，清康熙皇帝。康熙皇帝的时候，参彻禅师福建，参彻禅师建造，参彻禅师从福建泉州嘛，是泉州啊，忘掉啊，是不是泉州请了观世音菩萨，号称观音佛祖。东山碧云寺在迎佛祖的时候注意一下，从那个东山的碧仙寺过年前恭送回火山碧云寺有一段爬山的路，很辛苦。然后过年后好像是元宵节之前，还是大年初9之前，要再迎请回来。